的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老去跳街，天天加油唔去贴价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，上你的几行茶最暖满意，脱下披上的西来爱去来比，迄昨晚风势高涨海黑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抢等走去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卷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摕赞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饮生你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转眼不差点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方式。哎，你这是搞到俺家了，有过年。系啊，小歪呀，东西全部要看头先哈。有，种下就有嘞。马家，诶，我上个門冇啦，等一下，你媽就講啊。做好啦，冇悶啦。新年新態哦，快嘅莫講哦就好咧。你馬家做唔得講誒？好啦，我上個門嗬，等下去廟巷拜呀，上去求嘛嘅。你馬家好講啊，但年莫求，咪莫效。係啊，哎呦，我做講咧，冇悶咩？唉，閒係悶嘅啊。好啦，嚟拜呀哈。等一下。係唔係正經同相愛嘅？冇啦，好啦，嚟拜呀啦。講一下啦。拜呀啦，來咯，誒。唉，安尼唔爭錯，春到就像我嘅心樣誒，春天要到誒，希望各地嘅生意可以地增好，恭喜發財！恭喜發財！呢個咧，去請阿文餅啊，做埋。無啦，處理下紅包啊，條價同像總唔錯嘅喏。做唔錯，要入錢啊！條價嘅紅包哪會有呢錢啊？佢出錯嘅啊！佢屁來咩講啊？廿八本嘅紅包哦，聽咗唔會入錢嘅啦。捱咩啲啊？經過條拜嘅紅包喺寫恭喜發財、新春快樂啊！你阿拜你啊！我要不要寫我噶？明顯回顧，再來一張。哎呦，我就哎呦，後生人的小空堂是啦。明顯回顧哦，意思就會冇錯到獎啊 ，joke，OK， 笑話。唔要看到人出假紅包麼？忙啊，屁佬要講啊，看你哦，心情會變唔好，結果哦，等高天爺執個看。寫乜嘅？唔看嚟。祝後勤部經理新春愉快。後勤部經理係乜嘢？捱咩唔啲啊？可能有新嘅員工會來啦。哪有可能？新的人愛來，捱乜唔啲？哦，那都人去甲伊創業哈。Of course，那係
Jessica， 我唔伫条街哦，看来看去床的咧。哎呦，我们是按傻批啦！你看你去改缝包，看就看啊，看啊！哈，无听错哦，用以前的迄个亚座。来看驻行销部暨人力资源总监，行销部暨人力资源总监，嘛啥？哪能会滴呀？跟俺就行小钱耶，呀总监，艾迪，你被人干掉了！呀，boss 很用的啊哈！哎，要真你太高分嘞，你走去哪耶？头家一老阿燕阿来去拜拜啦！呀，真紧太超高诶！哎，Jessica，你呀态度师哦！当然了呀，谁见个面相，表上表示做理做该老去完成个执念真下无？哎呀吼！停，唔是讲诶，你去老头家讲，无人来讲，我，无人来讲。你很用的啊！你记得做你欺负我？马该呀，全就空铁嘞！哇，水又拉水，那个就输的。连搞个跌倒的，这做在那个市场茶总还扶枪枪，莫样板刀。潘老总啊，连顾8千，俺都全输。哇！哎，你哪有买到你天数啊？Peter，我做在现场调回去嘞煮茶费么？啊！我按几岁人啊？出人呢？你还就加钱，要衰几年的嘛？俺没冇上按你啊，不过也肯是，没老你有相关。老係嘛上班啊？俺问，俺笨蛋，係唔係會去劝你？係啊，係唔係係俺留下來嘅？算係啦。留下來，俺有老太家是團員班，以後啊，是睇團員班就都叫哎呦，要做啲不動嘅嘢俾來啊！俺真係冇辦法嘞，冇，俺就會老嘅煮銀行嘅菜全就分享了。哎，跟銀行應該曬咯。安尼，我將俺錢冇。好啦，算係輸唔啦，做啲冇？我專去吼，留個這次下慘上困下你啊，哦。拜託，也好，有幾多就算幾多嘞。你講困下你啊，這幾多我算啲哦。好好講哦。他们变态哦！哎，我只不过炫耀个手机，干嘛那么变态啊？不是啦，我是说那个照片还会变大，变态啊！哎呦，我还以为哦你会嫉妒我，没办法，我就容易招人嫉妒淑慧姐，你这手机多少钱啊？我这手机啊，算别人送的。怎么可以收这么贵重的礼物啊？是你爱慕者送的吗？哎，淑慧姐，你要小心哦。我爸说啊，男人不会随便送东西给别人的啦。如果他随便送东西哦，一定是有目的的。没错，你爸真英明。男生会送礼物都是有目的的。我以前好傻好天真哦，可是吃了亏之后才学乖的。淑慧姐，哎，你们可以不要站在这边吗？你站在这里挡到我美丽的线条了。谢谢。你吃了什么亏啊？就不跟他们出去啊，他们就把礼物收回去了。好幼稚哦！那你要跟这个送你手机的男生出去哦？你跟他很熟吗？不熟了。不熟还出去，很可怕哎！哎呦，也不可怕啦，这手机哦就，保
保门号、绑合约到先缴预缴的费用啊，电信取油就送你了，还额外送我通话费耶！原来是这样哦，干嘛故意把自己讲的好像很有行情的样子啊？哎，我哪有故意啊？我一向都很有行情的好吗？你们知道吗？那个门市的帅哥哦，他们送普通人的通话费哦，只送1个月，我靠我的店也拿到了1年1季1季也有3个月。啊，不错哎。哦，那还用故意吗？拜托，我这只手机哦，好不容易从小乐那里历劫归来，我当然要好好珍惜它。也是哈，大家的东西都已经拿回来了，可是文炳的脚踏车怎么办啊？哎呦，只要想办法帮文炳赢回来就好啦。他连猜拳都会输哎，要怎么赢啊？运气奴北。对啊，万一他要是再继续输给小乐姐，那不是更差？哎呦，就找一个比文炳更衰的人啊，请他代替小乐，这样文炳的脚踏车哦就赢回来啦。比文炳更衰？有这种人吗？对啊，去哪里找啊？哎呦，有志者事竟成，我们先去找小乐，跟他说这个方法，再想办法找那个倒霉的人啊。走啦走啦。用干山了，用干啥？不飒飒。看小乐的样子哦，真的很难过哎。对啊，那还眼伊哈那都拿到暗斗一天嘛，嘛唔知我女婿讲好。哎呀，用干山了，我可不想再说一次啊！小乐也想不出办法，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，还看那什么命理书啦、星座书。更奇怪的是，我们为什么要看如何挑选一块好坟地呀？好了啦，你们不要帮我想了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了。哎呦，怎么办啊？哇，那这小乐的手气明明就这么旺，那这个背影怎么看起来这么的？哎，帮我想一下，这么的背就背，还讲干嘛啦？小倩，帮你想啊。衰吗？对，就是衰啦，差点考到我这冰雪聪明美丽的小脑袋。对了，有什么好方法吗？人在饥饿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思考的。莹莹，这是你付出的机会哦。马嘎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请我们到你们家餐厅吃一顿。哎，这算什么付出啊？哎，你不先灌溉，它怎么开花啦？走啦！我觉得我才衰吧。你的背真的很背哎。等我啦！你还扭呀？早啊，衰的人。要不然手呀？ Jessica，眼前本期先拍了黑幕。行我什么？看唔出啦。食本日下好，你系提几把本色切嚟啊？哎呀，大伯，
大领都爱去玩。用啦，买路某事情。看你打他的样子，就知道你很倒霉。无会说就无会说啦。来吃饭。好嘞，我拍呀。Jessica，蒋玲啊，哎，听人含拉水嘿，挑战呢，小人来啊！哎，太公演啦，木兰佛台啦，强一令的啦。啉就啉啦。哦，也很用的啦。哦，也很用的啦。镜子破了。外国人说啊，摔破镜子会倒霉7年呢。7年呢，好久哦。Jessica， 需要帮忙吗？不是，那请打来。哇，你会流血啦！唔怕，在过年啊，那个见缝都会有喜啦。哎，那你流血你还呢啊？流血就会见风，红色代表喜气啦，喜气啦。可能啊，无一啲也好嘅啦，我落盡。哦，很用嘅啦，就係佢咧，Jessica，请 Jessica 佢出去啊！啊，哦，伊出来时吼，几年的木竹死的，你还亲佢，见到亲无？哦，你请佢做嘛？哎呦，这个文病啊，做饭吼，留个吃行茶，做嘛输呛呛嘞，讲嘛加钱，然后留个 Jessica，惨死啦！哎呦，唔是请 Jessica 啦，不是亲佢，我爸走哪了？唔係啦，这种事情找總監就好啦，唔是請 Jessica。總監乜啥？哎，人家把他請去3年哦，有一啥係行銷總監呢，愛吼一定會俾你好印象啦，老 Jessica 阿喜。我有冇唔抵得件事？哎，唔該，愛呢種啊吼，係後勤部經理呢，Jessica 嘅種哦，係行銷部總監呢。有總監有經理，哎，那以為佢按多人哦？通常人家把有睇嘅吧，怎會請人啊？冇啥，然後幾片殺嘅個人買下來，就會留一粒面相交替。哦，耶，用買呢？哎呀，哼哼，駐櫃台經理我，們寫唔錯，冇寫唔錯，你有冇可能？哪有可能？你送不下的呢？你看哦，駐櫃台經理兼我的兒子。然後經理做得相唔錯，一來吼就嗌啥啦。愛啲食來吼，要單槍唔殺。冇唔錯啊，古數行開，伊送不下吼，嗌就係櫃台經理，古數嗌升級咧，嗌升級咧，耶！沒放棄，嗌升級咧，耶！What？我嗌老阿文變賭？哎，賭冇得賭啦，朋友啊！有馬該啦。不用改，去赌。先别生气，坐下嘛。因为你站起来，会让我觉得好像桌子站起来了。沒事。錯啦，愛提白人嘅甲做步做咧無是民俗。哎，你要到遐小人啊，要揾邊個啊？什么奶？哎呦，我已经这么冰雪聪明了啦，但是要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听懂所有的客语，还是有一点点难啦。可不可以
以请你们讲人话。我是说讲我听得懂的话。我已经够倒霉的了，好好在我的工作上多了一个空降部队，哈，那个买咖啡机欺负我，好好的走在路上也会摔跤，我都够倒霉够衰的了，你们还要这样玩我是不是啊？Jessica，我就唔遐用上的啦，我就唔要上人，迄讲做题天数就拜托好无？无啊，我来天数嘛，该东西。朱利用两个，这是一种天赋吗？你是说衰吗？衰不算天赋，是一种运气。你在都讲哦，哪里转来啊？我来解释啦。相信你已经听说文炳背到不行再背的故事了。小乐想要把脚踏车还给他啊，但又碍于文炳的个性，所以我们就想要找一个人来，所以找你来看可不可以试试看，能不能把脚踏车还回去啦？敢爱啊吼，你已经拉衰的，你还得喊你利用爱无完美爱无同情爱，臭也唔臭啊！Jessica， 我就唔迄利用啦，我就迄哎呀，我们唔对怎么个啊 ？Jessica， 你堂哥负得这么，不要暗水，要暗水，用啥你冲一下，做好运的啊！我就暗水的耶，你讲法有理嘿，有理。就算啊吼，我很老也不变赌，伊很赌无干那个问题呢。不怕，只要你愿意帮忙，你可以当小乐的枪手啊！只要小乐说你带他出征，文炳绝对不会有意见呐。因为小乐对文炳说的话，就像是圣旨。我要说的是真理，多事Jessica， 拜托啦，拜托，拜托啦！希望咧，迄是对自家讲吼，做一个好人啊！哎呀，还唔拉好嘿！好，拿条拿了吼！哎呦，我这冰雪聪明的小脑袋呀！Jessica， 什么啦？今晚以后我们不要讲一下哦。好啦。小乐，文炳，老娘喺这行茶来转去啦。也已经免爱个，免赢个。哎呦，太甲你提给了诶，怎么敢按用啦？总的，讲到做到，对我来讲，是青葱有嘅。我细细时间就有下了机，3中100。3中100，老娘喺这行茶买管hen啊？有，因为哦，我细细时间，阿公就推我去买5件，佢就有下了机。上摆哦，当时迄家，佢很坚持，3中100。哈，按用牙公就懂了钱。错啊，不过阿公讲吼，对人下会讲信用，3中100就会坚持3中100。无你天气嘿。其实有，我就欠过去。我和老大吼，迄阿公嘅数好唔好？不过，佢就小小嘅老外讲，3中100吼，就系3中100。原来人个爱坚持就按用来啊。方宇，文敏的脚踏车怎么都放在你们家门口啊？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小乐，
你有去请文表人讲吃红茶的事吗？有啊，其实同样好，唔要留吃红茶来做戏，行戏机，爱坚持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在说些什么？哦，就昨天大家玩啊，文炳把脚踏车拿来做压柱，结果玩下去之后就输给小乐10几辆。10几辆脚踏车，你们玩这么大？公然拒赌！要不是学长昨天说不管了，不然我就会过来逮捕你们。超，你应该逮捕我的，快点吓走我！小乐，我刚刚开玩笑啦，这个过年嘛，大家闹一闹没有关系的啦。如果我要抓的话，应该也是去抓那些职业赌徒。如果连你们这种都抓，那就太不讲人情了。阿天，我是认真的哎。小乐，阿天有可能中呢。姐，我想到办法啦，去请水银兵哟。你走不走啊？我走啊走啊，你们都走了，我留在这里干嘛？走走走。新年又来到了，好啊好气象啊，旧的唔去，新的唔来，新的旧的，新旧一天来上打来，摇摇得了，旧的唔来。那个新的 Q A 啊，超多暗分，我没被赌多亚种事情，所以。真是啊！让俺同學穿個拜年前先冇人懂我笑哦。笑埋笑啊！哎呦，莫客氣啦，來，聽我講咧吼，聽眾唔可以翻譯哦，準備好了嗎？啊 one two three four， 兔來拜年，黑兔白兔，灰兔花兔，公兔母兔，大兔小兔，還有一隻可愛的小玉兔，小兔兔來拜年，喝酒別吐懷孕別吐檳榔當你個千萬別亂吐，這個兔呀！莫吵嗌啦，過年你聽一下呐，啊？聽嘛該聽。心肝頭痛，吼，心肝頭痛，我都傻傻。我看唔知啦吼。我冇心情冇讓講笑啦。喲，你那是都自拋的係嘛？我呀哈，搶上去意思好好的，點錢的，落懸送嘅呀那邊，係變生變死，開山打那變出來個一切。天當比個屌，天來下笑個神經態，邊風掃個。等下，你阿幾番係將迄眼講過嘅呢？哪在講咗嘛？韓友啊，你阿特別東西吼，總啊就同唔來之前就有了啊。有是有，唔過啊，你迄個 Jessica， 本佢也條生命，佢也條才有靈性嘛。哦，現在用版講，王出吼，唔了迄嘛個總監，吼。唔知啦，我個心肝頭啊，總監。咩啊？乜個總監？你硬把本嘅紅包喺度俾冇看哦。你迄總監啊，你心肝咩啊？啊？你寫唔錯㗎？唔係啦。總監啊，我係媽到，你當我前面，我來做下主角呢。不過吼，我歡喜到鐵咗，硬把嚟俾唔知啦。幾號一劫唔係黑大啦。幾冇要緊啦，我係用飛機嘅，介出啲哦，我對成個暗瘡了，你冇，那有可能冇人愛。我，你必死。老公，謝謝。阿姐，你把我同一個人機掰牙啦！小樂，你真的要我逮捕你嗎？对啊，这样文炳才有可能拿回他的脚踏车啊。他不会眼睁睁看着小乐被抓走的。沒錯，他會拼人命保護小樂，不惜任何代價，不惜犧牲生命。不惜犧牲生命，這個聽起來有點可怕。
你是警察，怕什么啊？我怕小乐手酸。哈哈，你先放下。女士们坐嘛，干嘛站着？坐。我站着就好。哎，这个任务很危险哎！文炳不是练过什么拳吗？对啊，要是他失去理智攻击你，怎么办啊？而且文炳是那种会抓狂的人哎。哎呦，如果真的这样，我会保护他的。警察还需要人家保护，会不会太离谱啊？而且还是让女的保护。有些警察很胆小。哎呦，那些训练不够的警察那个枪还没拔出来，就先被歹徒抢走了啦！真的假的？新闻都有播啊！我们真的不能指望警察保护我们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那些警察那个枪打都没有那个歹徒准哦。各位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大家。阿天，你有什么计划吗？我没有什么计划，而且我又不能拿手铐铐小乐，这样会造成我工作上的困扰。那我怎么办啊？还说什么人民保姆啊？请你帮点小忙，我不愿意。你的手铐不能铐小乐，我们就去买玩具的手铐铐小乐啊！这不是重点，问题是小乐没有办法，我无权逮捕他。阿天，你连这点忙都不肯帮哦。这样我很为难啊。为难？好啊，这样以后你想要进方瑜家门，我们就会让你很为难啊。而且我们会不惜任何代价，拼了命的让你跟方瑜保持距离。对 ，one for all for one。for one。誓死不让你进方瑜家。关我什么事啊？好了啦，全部都不关你们的事啦。大不了我一天骑一台脚踏车，骑到脚断掉为止好啦。阿天，是小乐冲出去，你没拦住他，还帮他开门出去耶。这是一种国际礼仪，帮女士开门是种礼貌。哦，你真的很呆耶。对，真的很呆。我现在要你帮我开门。哦，是。好，跟上来啦。呆归呆，不过还蛮听话的。走啦，看热闹啦！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阿天，你听懂了吼？嗯，明白。所以现在要演练一次了吗？我们负责把风。独立摩擦到我比台车啊！快啊，试试看啊！好。小乐，不好意思。这样会痛吗？不会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很痛哎！对不起。那么大力干嘛？只是做样子而已。啊，那么呆呀！小乐，你一定要放轻松，不然我怕我会弄痛你。哎，那句话听起来很怪哎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你才想到哪里去了？我什么都没有想。你敢乱想，就试试看。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啦？没事，没事。还有，反正就像刚刚在屋子里面讲的那样啊，你们先练习一遍，我们去找文炳先设个局，你们好好练习哦。等一下千万不要露出破绽。走。哎呦，这么多脚踏车，真的很碍事。小心一点啊。好。文炳哥，怎么办啊？
不然这样好了，小乐，你就把手自己背在后面，然后我就这样推你就好了。方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就等文炳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这样推。就跟你说不要那么大力了嘛。小乐，小乐。哎呦，这个很奇怪，干嘛这个时候来找我啦？七嘴八舌的，我一句都听不懂。我的宝贝，你们已经不再是我的宝贝了。哎呦，文炳哥，你这只猪才存多少钱？就算你有10只猪，都赔不完。可是我就只剩这一只猪了嘛。所以啊，你完了啦！你真的完了，彻底的完了。我，对，你们到底是来安慰我的，还是来伤害我的哈？我们是来通风报信的。啊，小乐被抓了！小乐，走，你走快点！你干什么你？文炳，请你让开，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。对，你不能妨碍警察执行公务。张于姐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我怀疑你们聚赌，小乐就是庄家，这些脚踏车就是物证，所以我要把它带回去。你要把小乐带去哪里？当然是派出所啊，不然游乐园啊。大过年的，你要把小乐带去派出所啊？你有没有天理啊？能让我代替他吗？文炳，你在演8点档，需要这么悲情吗？而且现在过年期间，电视台都休息了。你才有问题嘞！大过年的小赌一下，你那么认真干嘛？需要的，人人都是守法的。我犯法了，快点来抓我！小乐，你生病了？对啊，快把小乐关起来吧！关起来，快把小乐关起来！天哪！为什么全世界都要跟我的小乐作对？让我代替他，不行吗？我坚持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就只是要文炳把脚踏车收回去啊！我知道，可是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要怎么转啊？看来光听话，这个人呆还蛮糟的嘛。对呀。对，我还在这里呢。我就是讲给你听的啊。文炳我们已经跟警方达成协议了，只要你愿意用公平的方式把脚踏车收回去，这样警方就可以既往不咎，对吧，阿天？没错，反正就那样，然后跟小乐这样，我就算了。哦，艾迪嘞，你还可以意思黑供，只要我跟小乐再赌一次，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，就说是一个公平的竞赛，然后这些物证呢，就是竞赛的奖品。我爱按水。怎么样？我老有听数吗？蒙念啊，小乐，好，今日要派3人代表我，然后进行一场公平的比赛。黑骂啥？唔是讲啦，记住代表我啦，唔想转去啦。我这小乐。唔是叫。建国100年，天下我最衰之衰神杯比赛，第1关，预备，开始！我家的，我家的，我家的。
我家的母鸡我家菜，我家的母鸡我家菜，我家的母鸡我家菜，我家的母鸡我。第二关，预备，开始。一脚两脚三脚行，四脚五脚六脚半，七脚八脚手叉腰，10脚11脚打电话。喂喂喂，猜猜是谁打给你？哈，来给。亚吉。第三关，预备，开始。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你们很吧？来，第4关，预备。小乐，这是个恒春14堂，加油！好了，随神杯比赛第15关，预备，开始。乌龟跳，跳，乌龟跳，乌龟跳。加油！最后一台了。这要比什么好啊？我没招嘞。不然来比瞪眼睛好了，看谁先眨眼。哈？比啊，妈个东西啦！不然你来想啊，你凊彩啦，我比就会比啊，硬是袂输啊，我跟讲。要这是看吼，轻巧。最后一关，预备，开始。建国100年，天下我最虽知，虽神杯比赛，虽神的得主是 Jessica。什么 ？Jessica， 我的勇！没想到那些脚踏车还真重。脚踏车好像都不是你班的耶。哎，我看到都觉得累了。是我的。喂，你们玩得很开心吧？还给我忘记我。你说最后一班的飞机几点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小乐，我好开心啊！我好开心。怎么啦？有机票啊！我有机会了！最开心的是有这只手机，才可以让我爸妈联络得到我。我要跟他们会合了！新年快乐！我先走了，拜拜！新年快乐！这跟电话有什么关系啊？不
不是这只手机，他爸妈也找到他啊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的，唉。手机总得贵的啦，我钱无啦。哦，等你有钱找卖就好了啊。我竟然当中医书会改只手机呢，是安尼变态变谁？变态变谁？系呢，讲到书会啊，掠龙伊叫我害伊听懂烧呢。我妹妹安用啊，佮用国际电话慢骗เรา去清机票啦。错啊。规工人吼是来恐吓出个了，实在多么简单呢。诶，书会无带到行李啊，竟然选出馆。也好，爱买东西，因为给没做得买啊，有钱就好嘞啦。哎呦。唔是出国啦，不过内地哦，护照无带到，你好拢顺得去啊？看，讲你无带到啊，用安同咯。哦，什么嘞？哎，我们干嘛那么幸灾乐祸啊？我很顺啊，佢都无带到啊。打电话问给啊，给他接他的新手机。好啊，快点。没有打电话咩？他们几多打？无啊，我都想到淑慧的手机，嘿，按呢，我喊按呢，嘟，哦，我冇想打的啦。他没强用的天法，冇强用好冇？走得用就走好得嘞啦。我嘛想按呢啊。哦，莫讲你啦。我当上我淑慧改只手机。巧乐，忙刷啊？忙啊！朋友哦，去动到电子贺卡本来，我就无时间费，爱用动歹势呢。我们有动到简讯麻烦，呀哈手机的网络印来印清不，实在动封片吼。啊。小乐啊，我上下摕咧想，人老人为因为暗用感情变较好嘿。你看，头摆啊，迄本年迄百年，上下来迄用天发，呀哈。用简讯、email 100就人眼全摆脱嘞。大家就无限啊。新年恭喜，阿姨很爱丰姨啦。嘿呀，有收到伢简讯啊，就大天发亲自拜年。收到你电子贺卡了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啦。好，我再给下一个人喽，谢谢你，新年快乐。来嘞，唔是惊哦，唔是惊。哦。哇！老实讲哦，叫丁丁啊、铁熊啊、大明啊，伊条都准起嘞。来，大摆帮你吼，真，走。
哦，歹势啦。阿兄啊，俺两个人的风包加起来都又拉买手机了呢。两个人加起来哦，两个人买几轮人容，啊，用几麻烦呐。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俺们一赌记下。因為矮 N 一直的準希望你講下係矮住嘅泡面味道係最好 ，Come on。讀書的啊，又唔甘命；讀樣的啊，又拿做騙人的辛苦錢，唔甘苦安心，還能莫讀呐。我要那個咖啡 double、奶精 double、糖 double， 我要怎麼按？那就買2杯啊。阿水，身材很好呢，好像年輕人一樣，保養得很得意呢。再輕一點沒關係。你看小番茄，是不是一點皺紋都沒有？哇，哎，真的耶！馬個呀，唔來真好。小凡講嘅一錯啊，天無店，穿無嘛該錢啊，那係做生意呀。來兩梯過橋，萬遙然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去天馬。看到是你冇嘅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對面嘅生活意，總會講你一笑大腳步。生本意，總會講你一笑大腳步，對面嘅生本意。